繼續來看嘅係今日嘅農委國本專題報道。今日帶大家來看台灣農民所得嘅情形，韓國政府喺預算編列項對農民嘅各項補助係咪有合理？照農委會民國100年嘅統計，農家年所得平均差唔多87萬元，不過其中農業所得能19萬，將佔22%哦。農業人口平均年齡則係62歲嘅，為做到照顧農民嘅生活，農政單位推出的各種無共用嘅補助，也就補助率佔埋農委會總預算嘅71%，當然嚴重排斥到其他農業建設嘅經費。學者認為，農政單位除了提升經營規模以外，韓國應該要建立農業保險制度，韓國農民退休制度，促進農業後生化，減少農民對政府嘅依賴。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4條及第6條條文修正通過。民國101年勞農津貼一個月增加到7000塊，較農委會101年土改預算顯示，總經費1600億，使有71%，差唔多850億嘅預算用到勞農年金、休耕、糧食收購、賠料類嘅補助。其中單項嘅勞農年金是將512億變成農委會清台嘅負擔。但是基本照顧老農部分呢，我們不能給他打折啊，這是法律規定，也是在老農辛苦一輩子的照顧了。所以要建立一個農民退休制度啊，慢慢的應該要有落日條款，老農津貼制度就慢慢的就沒有了。如果跟產業發展有關的，是留在農業部，那跟整個全民的這個所謂的社會安全的，就到社會福利到內政部去了。但是勞農退休了後，田還係要有人繼續來接。照農委會嘅統計，大概農民平均有嘅土地面積差唔多係1.2公頃，可比來種禾，當年2棟將賺差唔多15萬，平均冇到1萬3個經濟年級，後生人都唔肯來耕種。雖然農委會到民國97年推動小地主太田農嘅政策，大概田農使用8.4公頃嘅耕地，年薪8萬唔係夢想。不過希望進一步促進農地嘅兼併，提升經營規模，另下嘅休耕制度聽取一個調整。休耕給付的額度要慢慢的下降，那這個租金水準也會慢慢降低，促進整個專業農的擴大農場經營規模，促進整個農業專區的成立，是奠定好整個環境、整個基礎。但是田內農業經營規模擴大，生產風險未才能提高。另下跟下發本耕作成本兩項嘅田園災害補助制度未會獨到條件。來看每年嘅國家對農業田園災害，做下要官民扣下來保險嘅農業保險制度，保障農民嘅權益。但是到天災差唔多無分起飛嘅台灣，係咪要參考假設？過去30年來討論到了下，網友評論。那我們這邊又是個小農，你要勘察要花多少時間？動用的人力很多，你要用保險公司呢，這個就是相當大的一個龐大的成本壓力了。困難就是說台灣很小，如果一有天災的話，就幾乎人人中獎，這不符合這個保險的基本原理。我認為這一部分是應該研究怎麼去克服這個。面對全球暖化帶來嘅極端氣候，國家 WTO 開放了後嘅自由競爭，除了作物嘅品質還可提升，另下農政單位國家應該用完整嘅農業環境政策規劃，推理各種嘅補貼制度，切實提升農民嘅收入。本農業唔係個再係干那實際性補助嘅產業。看看新聞時事為了提振，台北報道。